預備放鬆，吸氣，抬起左腳，呼氣放翻落嚟，兩隻手吸氣上升，呼氣下降到座位，放鬆座位，左下角、右下角、左上角，轉身，弓腰雙推掌，輕輕拉後，抬起左腳，開步向前，坐落嚟，打開兩隻手，轉去正前方，呼氣上，吸氣，再呼氣落到腳，預備，金剛倒墜起，落，右邊，左邊，中間十字手，打開兩隻手，定一定，仰手右手，再打開，抬右腳向橫開步，開步撩掌，跟住吸氣移重心，呼氣懶扎意，手腕轉翻嚟，兩個手背相貼，逼出去，左手丟，右手托，移重心，兩隻手打開，合手，抱頭向下按，湯魚反肚，滑腸，勾手右手勾，呼氣，吸氣，再橫開左腳，蕩過嚟，蕩過去，右手反掌打開，長吸氣，長呼氣，呢個係單邊，右手左手鬆一鬆，收埋嚟，收手收腳，再開大步，兩隻手一十打開，再翻再嚟，轉正轉去側邊，上步金剛倒墜，吸氣，呼氣，預備，第二個金剛倒墜啦，右邊，左邊，吸氣，呼氣，十字手，打開，斜上步撩掌，跟住上去，白鶴兩次飛落返嚟，右手撥，左手撥，轉過嚟正前方，右手扳過嚟，推向前。再拉後，抬左腳45度向前，打開，反掌，挨過去，右手勾手，左手喺心口度打出去，呼氣，呢個係斜行啦，兩隻手打雲章，翻嚟抱膝，打出去，拉後，手背。手掌逼出去，弓腰逼出去，再輕輕轉身，斜上，兩手打開，係啦，側地伸收，預備打，撈手，再除開步，邊除，海底翻花。再進步褪步，掩手紅錘打，右手一爭，向左一掌，一扭個腰，合手正前方打一個爭，再打開，準備金剛倒墜啦，吸氣，呼氣，預備，第三個金剛倒墜啦。兩隻手打開大馬步十字手，一個撈手索埋嚟，打開佢一拳橫一拳直，
預備右拳打出去，呢個撇身材一撇、兩撇，大撇嚟噶吓，三撇，跟住扭身坐馬，移重心去右腳，呢個呢就係定式嚟噶啦，logo 嚟噶，擰轉面打開，向前拉後，青龍出水，打。好，向右棚拉落嚟，兩隻掌一打，震佢。好，拉過去轉身上步抱頭，再上半步雙推掌，跟住三換掌啦，一掌、兩掌、撲面掌，一勾一打，再打開，上少少步爭底錘跟住呢，一震，好啦，呢個刀卷紅啦，退步打開，再退步打開，翻嚟中間向前，再翻嚟，行住佢退步一個磨盤手，定，右手一打，左踭一打，右手一揚，左手一打，右手一邊，向前推一推，拉後，上步抱球，開步，磨盤手，中盤打開。好似李小龍咁上步，再上步，一撥右手右腳一撥，左手左腳一上，插後白蛇吐信，反身轉身扣手扣腳打斬落去，係啦，好啦，合手，再除邊除，海底番花上步震腳。開步掩手紅錘，好啦，左手一割嘅右手，預備腰攔爪，開步順攔爪，合手雙開爪，係啦，閃身向橫一打，再一掠，係啦，好翻身打，預備轉身。一腳，呢個擺腳拉後，兩個踭收工，吸氣，呼氣，咁就完成啦。收起，預備，敬禮，完成。